金融管理局收緊豪宅按揭，壓抑樓市過熱不足3個月，有中資銀行推出超低嘅樓宇按揭利率去爭取市場。有關嘅銀行嘅首年按揭利率低到2厘以下，暫時未有銀行去跟隨。有銀行界人士就認為按揭利率好低，未來再減空間唔大。唐永欣報道。銀行繼續水浸，有中資銀行向我哋證實，最新嘅新造樓按頭1年利率低至最優惠利率減3厘3，即係實際息率唔夠2厘，只有1厘95。而之後嘅息率全期亦都可以低至最優惠利率減3厘25，即係2厘嘅水平。低息之外，銀行仲向客戶提供額外嘅現金回贈。對於金管局有冇向銀行方面表示關注，銀行嘅發言人冇回應，只係話計劃係短期嘅推廣性質。樓按利率一跌再跌，有銀行界人士認為只係延續舊年銀行嘅低息政策，但相信按息再減嘅空間唔大。基本上咧就唔係講緊呢，就話去到踏入2010年呢，係進一步咁樣減價。基本上咧就同舊年年底嘅時候呢，大家已經咧係或多或少咧已經咧係統一咗喺呢一個價格上邊呢，大致上係相若嘅。我就會覺得咧，因為你都減3厘呢個咧，應該係一個底線嚟。所以喺咁嘅情況底下呢，應該咧就係對於按揭嗰個定價上面嚟講呢，大家都會趨於咧係比較審慎。有按揭中介機構分析員話，為咗做多啲生意，銀行多數會喺年初積極推出低息嘅按揭計劃，但係同時提醒投資者要留意息口可能喺下半年掉頭回升嘅風險。注意翻有機會，如果無端即係無論係拆息抽升啦，或者係最優惠利率上調嘅話咧，其實會唔會令到你每嘅供樓負擔咧會增加？咁我哋都會建議業主咧，其實首先咧都會真係預留多少少充裕嘅資金啦。咁喺個即係如果真係息口上調嘅時候咧，都會增加咗供款咧，都會令到你即係個財務狀況係可以即係每個月係營運到嘅。但佢強調，現時業主嘅供樓負擔平均只係佔家庭收入大約30%，同97年高峰期仍然差好遠，所以樓市暫時仲算係健康。亞洲電視記者唐永欣報道。